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7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这风台未拍经过巴士海峡，即马是往香港的方向去。气象署是继续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咱做伙来听上新的说明。而台风的暴风圈目前也正逐渐进入了台湾海峡的南部，气象署持续针对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预计到了明天，台风就会渐渐移动到香港附近、香港南侧的海面上。到了今天晚上之后，东半部地区，尤其是花东到恒春半岛，降雨还是会持续。而西半部地区，随着台风的移动，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也有机会逐渐影响到南部地区以及部分比较偏山区的西部地区。所以在晚上之后，其实南部地区降雨的状况也是会有比起白天这段时间更为增加一些的趋势，所以明天西半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阵雨的状况出现，尤其在中午过后要注意，午后热力的加强下，可能也会有局部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发展，而这样子的天气还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入夜之后，整体来说都是相当不稳定的。这风台未拍外围环流是继续咧影响台湾，伫咧花莲甲台东就有部分的路段因为落大雨，所以淹水就暂时封起来。苏花公路这边嘛出现土石落落的情形，因为伫咧台北线的中华公路是先维持有警性的封路。这是花莲富里乡的轮天便道，真惊人的大水已经甲挖进河床中央的车路送动去，其他阁有明理便道、中良便道、甲永丰村的蠓仔洞桥港亭，也拢因为重水暂时封起来。虽然台风没有进来，但是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大雨，然后我家附近的3条便道都被冲毁，然后我打工都要绕一大圈。长阳便道、轮天便道、迷你便道，每逢好大雨就一定中断不能经过哈，所以希望我们的上级单位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哈。台东卑南乡太平桥往丰信道路的方向，因为排水沟塌条的丰信道路部分区域淹水，民众通过时车告状，爱叫拖吊车来处理。咱家拢我的啦，那会掉底啊？伊妈咧无掉。你人还好吧？还好，无代志啊。另外，伫卑南市政文化公园通向火车头的车路，也因为排水未赴，排水，水位是淹到脚头区。民众表示，客比风台来的时，水位甚至淹到胸坎，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重视。那为什么不往那边排？是因为有遗址的问题。现在目前有遗迹的问题嘛？如果你们构想排水沟有遗迹的问题，那我们水利署会洽县府来看怎么解决突破这个问题。另外，伫苏花公路的河仁到中德段部分路段，街仔出现落寡霾，甲一寡落来石头。交通人员清掉车路了后，伫透早9:20恢复通车。台北线中华公路关园到德鲁区道路是依次已经性的封闭。台东的南华公路下马路段也因为土石放弃，双向的交通断去，按算中到12点畅通。高雄市桃园区第20林105线。贵国路段也出现土石流，双向无法度通行，建议民众无必要唔通进入山区。高雄新闻采访报道。过来看这个屏东恒春嘛，同款是咧落大雨，虽然无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不过因为昨是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所以这渔船无法度出港。垦丁有几若搭海山埔嘛是由封锁线，连这水上活动嘛是全面禁止。这毋但影响到当地的观光，这游客行程嘛同款受到影响。渔船用锁固定对风影一直游。未拍风台伫10日暗时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后壁后渔港渔船全部提早回港。海上我布了啊，对啊，现在都不能出港啊。除了渔船、游艇同款无法度出港，就惊风影造成损毁。业者19透早为游艇白锁加固。渔港海产街餐厅业者无行准备食材，原本应该人真济就业，因为风台游客减少，业者真无奈。昨天都没有人。水上活动业者的柜台写今仔日公休，南湾风影道增强。海警发布，昆定沿海全面禁止水上活动，业者损失自己的收入。有业者到南湾顺时放伫岸边的游具，烦恼海水会淹着。新台拢到遮，新台若中台有人需要就起来到遮，无以前啦。
看伊也潮水啊。尽管屏东今天呢是没有停班停课的，但在南湾的沙滩这一边呢，因为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沙滩目前是封闭的状态，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游客在观浪。风台内影响关注业者生理，也打乱游客行程。有越南籍游客原本打算在垦丁耍2日，不过水上活动拢无法度耍。来看这个台风过来了，回去了。垦丁早起雨虽然无大，不过沿海海水悬，而且有大风，游客无法度落水，可能到准旁照这所在看海景。游客也希望赶紧解除海景，让因继续行程。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委派暴风圈啊是继续咧扩大，嘛愈来愈靠近台湾。气象署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这东半部新竹以北，阁有台南以南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雨落甲真大，雨势也一直飞，要是看袂清楚路牌。宜兰地区透早一直上大雨，市区也透大风。基隆北岛渔港船只拢用锁啊固定。观光船业者讲，用一天就已经一港热风，透早趁雨变细，这日来看会停航到礼拜日。基隆屿它一天的上岛人数的上限是1200人，所以用这样推估的话，2天至少影响2400人次。基隆受欢迎的景点正滨渔港，透早游客无多，连绵出去，连绵落雨，游客把握时间翕相。还好啦，应该这种天气玩起来还蛮舒服的。人潮差很多。大概平常那边都是拍照的。对，都是游客。气象署继续发布微拍风台、海上风台警报。最新的资料显示，风台伫过去3点钟强度又搁小可增加，暴风半径搁扩大，中心伫五岳区南西平海面，向西北西东西咧行。暴风圈当要渐渐通过台湾南边的近海东部地区，有关注意大水雨。花莲地区及台东山区要注意大豪雨持续在发生中。而在宜兰地区、台东平地还有高屏的山区，也要留意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气象署也继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一直到暗时，新北市一寡地区可能会有平均风9级以上，也是阵风11级以上发生。新竹以北、台南以南甲东半部地区也要注意强风。受天气影响，遥控缆车也公告，因为山区的强风，用时间看天气的状况来决定。国视新闻采访报道。全台大罢免在后礼拜就要投票咯。今仔日立营总动员和罢免团体4家去催票，因若拿白这票嘛是输人唔输阵，联合起来拼场，呼吁选民做伙反罢免。跟我们一起喊口号：大罢免，大成功！ 8号7日罢免投票，选前黄金周晚，无奈国民团体、民进党全体党公职也拢叮当，威炮罢团扫街、画下路价无适阵，而且亲中立委。立委苏巧慧阁讲，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前一日说明会将台湾讲作是一个都市，互人无法度接受。 国民党的人每次遇到台湾是一个国家这件事情就嘴软，遇到中国就腿软。王宏威昨天完美的诠释了公民的愤怒到底在哪里。民进党跟罢团哦，他们呢能做文章的也只是我把台北讲成台湾的一个口误而已。那对于其他辩论会里面的内容，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回应，也没有办法招架。伊画下定下免调级靠红布，连来做今年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支持民进党根本上标。赖清德也说过，把中华民国当作两岸的护国神山，会给台湾带来灾难。那是不是也要用一致的标准来检验？ 南会明年罢免，民进党主席黄国昌也投入反罢加做南北合。对8月3投票的玉山中溪公投中山会电视发表会辩论会，民进党透露已经邀请玉秀党市长童子贤做正方的代表。虽然担任民进党智库的副董事长，虽然也获赖清德总统邀请到总统府里面。 担任有关于委员会重要的成员，那我亲自邀请了童子贤董事长担任其中的一个最后一棒、最重要的代表。童董事长犹豫都没有犹豫，马上就欣然答应了。那被行为者方除了童子贤甲黄国昌本人，也佮有国民党立委洪晓玲、克林留言终结者创办人黄树修、清大特聘教授叶宗光、反方辩论人选行政院宣布是能源检讨办公室副执行长林祖伦，甲台电公司董事长詹文生。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将三读通过，要加重这虐待囡仔的刑责，也就是讲，若是甲无到7岁囡仔虐待到死，相当是会使判死刑。不少民间团体拢表示认同，不过有学者表示，甲这刑责提悬到死刑，恐惊是会违反法律的争议。姨母姊妹啊，刘翠珊甲刘玉仁涉嫌虐待死1岁查甫囡仔凯凯，一审判有罪，2审裁定继续羁押。二号任命姓陈的社工，当初时负责个案的方式，也互检方起诉。进前搁再出庭，专案也引发各界关注囡仔虐待的问题。即马立法院三读通过开课条款，真的觉得是很振奋人心的一天，觉得很欣慰。凯凯可以安心的睡觉。这届刑法的修正一个大重点就是虐待约未满7岁幼囡仔致死，刑期10年起跳，相当判死刑。面对修法，立宪基金会表示，展现社会对儿少保护的重视。不过，除了刑法，头前的预防机制要同款落实，找出制度的空隙，才会当全面防范。我们还有另外很重要一层是要去检视我们所有的整个一个防治的一个系统。到底之前是哪里出现了这个漏洞？对于会去施暴的这些人反而我们要做的是说，能够及时的去辨识或者是发现拦截。宁愿是故意，致死之过失啊！你把它等同于杀人罪的话，那这个可能会有对罪刑不相当的问题。囡仔虐待的刑责加重，由学者对法律面分析，虐待囡仔致死，相当判死刑，恐惊有违反法律。产生争议，目前实务的运作判死的标准也悬，惊是宣誓的意义大过实质的意义。这也当看到这届修法伫正式上路进程，就已经先引起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关心国际消息，伫咧伊拉克有一间卖场才刚开5天，就发生火灾，目前是已经造成69个人死亡，阁有10几个人失踪。当地政府调查这意外发生的原因，发现这卖场的消防设施是明显无够，所以去影响到救人的时间。火灾现场乌索索，敢若塔门透出红色的火光。在伊拉克东部一间5层楼的商场发生大火，造成至少69个人死亡，11个人失踪。但是真侪尸体已经烧到臭火焦，要进一步检验才会当确定身份。لحد 4 الصبح هي النار مشتعلة يعني الدفاع المدني ما قصروا جزاهم الله خير الجزاء بس ما يقدرون لا عندهم ذيك الامكانيات لا عندهم سيارات من هاي الحديثه 目前救援人员搁伫现场想要找到搁较侪尸体，政府嘛下令彻查这个火灾，而且宣布当地进入3天的哀悼期。目前敢若确定大火是对卖香水和化妆品的3楼开始炭，导火原因搁伫调查。不过伫火灾时阵，真侪罹难者是受困伫关楼站无法度逃生，商场的防灾设备有明显缺失。لا بها دروج خارجي لا طوارئ لا عنايه كل شيء ماكو لا اطفائيه كل شيء ما بي ولو شريف بيهم اليوم باسط هم محافظهم يذب استقاله ويطلع。另外，目击者指证讲，消防人员来到现场了后，敢若因为装备的限制，无法度处理较悬楼站的火势，敢若会当伫个低楼站拍火，造成过黄金救援的时机。亲像这种惨剧，最近几年伫伊拉克已经毋是第一摆发生，当地安全规范执行是真零。伫2023年，嘛捌有结婚仪式的现场发生火灾，落尾是超过100个人无命。镜头搁转去西班牙，对17开始伫中部的一场野火嘛持续在烧。当局讲，这场野火是自然发生，目前已经有30平方公里的土地拢焚烧了。因为野火得要烧到主题区，当局已经要求居民撤离，而且出动泉水飞龙机，想要来控制火势。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过来看这婚林的虎尾有厝头家指控一个查甫厝脚，伊若是欠几若个月厝税，阁留一大堆本数，即马嘛联络袂到人，目前是已经先报警察处理。伫咧台中是有查某厝脚讲伊的厝边会来偷骗伊的鞋仔，甚至阁确认伊是毋是有伫厝内，害伊是惊到赶紧去报案。水道头互人破坏，水直直流，房间内底是乱糟糟，全部拢是粪扫甲废弃物，阁有一只冲物土仔，互人放杀咬死。婚入虎尾一位厝头家指控厝脚，甲房间不甲安尼，阁欠厝税，传讯息也无爱回，人也消失去。他了解他女儿的想法，可能押金1万2他也不要了，他一定要破坏，让我也拿不到那些钱。
所以他就开始破坏门锁，破坏那个水嘛，然后把东西留在里面弄乱七八糟。他妈妈的说辞是这样。厝头家讲，唔知影厝卡偷走去，是因为这个月水钱增加6000块，才发现人早就消失去。加拿大规厝间的粪扫甲臭味，大约损失10万块，已经报警求赔偿。婚姻官府表示，这位厝卡恐惊涉嫌犯动保法、民法损害赔偿，又有刑法毁损等等罪嫌。台中市西区是有一位查某，伫碎厝所在，真侪个听到外口有脚步声，调监视器发现楼骹的厝边，走来伊的门卡口，确认厝内有人无，才个顾落来偷片鞋仔。女子所称，遭其住家楼下的邻居于13日晚间的时候，尝试拉动其住家的门把，并拿取门口前的鞋子。致使被害人心生畏惧，是向警方求助报案，并要求依跟踪骚扰防治法的规定进行告诫及进行申诉的动作。这位女性随向派出所报案，并且伫社群平台发文提起民众提悬警觉。警方表示，已经按照群众骚扰防治法告改甲申诉，并且通知行为人到案理清案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摆诈骗的出头是一直咧翻新，即阵连公务机关的电话嘛去互入侵，嫌犯用政府的名卡互民众来进行诈骗。警方就提醒，若是接到公务机关的电话，就要先挂掉，再个卡登去纠正，才袂落入去诈骗的陷阱。诈骗手法是一直翻新，所谓发展部的上新治安规部显示，有公务机关用的网络电话接回阿爸的密码，做到破解进行诈骗。账号密码登录密码很薄弱的话，就可以猜中就可以进去了。那你如果要连线的话，也是要管制，就是特殊的号码才能连进来 ，IP 或者不能连进，所以就要有些管制的。所谓发展部表示，经过治安清查了，发现无影响内部自动系统，为设置已经停用，因为透过破解的接回阿爸的密码、卡吹号码，会显示是机关来电话接到人卡会受骗，增加建议进行密码加强，搁进行治安测试。你可以去强化一下它的治安的机制。比较重要的一个状况是说，因为骇客进来，那主要是这整个机关来讲，它必须要做一些渗透测试的动作。你只要接到这种，不管它那个来电显示上面是政府机关或怎么样，但是你就是要一个动作，大家就是要把它当成像吃饭喝水一样，你就是要一个动作，把电话挂掉，再反求证，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方式啊。专家除了提醒密码的设定强度一定要悬，警方提醒接到机关打电话来，要挂掉个反纠正，才袂被骗。记者综合报道。这中华福安里为4年前就开始办活动来小解地方的历史，今年佫招武馆来表演斗六日，互民众用佫较活泼趣味的方式认捌在地。六日的人狮表演替行大活动起鼓，这个所在原本有当地出名的餐厅，嘛是古早时代的教场堡。中华市福安里4年前开始举办地方的创新行动，透过古相片的展览加行大导览，小解地方的发展历史。华山路、即卖民生南路因两边，较早叫做教场堡，好像是就是训练兵的所在。若有要出国发人的时阵，就是秋天出国发人的所在。大家行伫巷仔底找找古相片的历史，今年佫特别邀请历代武馆、传承西犁漆坎进行社功夫的进行社中华团表演人狮甲武术，互民众感受过去伫庙埕前拍拳练功夫的场面。阮细汉直接学的，师傅的厝就是伫咧这家遮安尼，这边这是老大嘛，太岁殿安尼。台湾快速变迁的时代，咱定一个巷仔无去，一个地名无去，咱拢感觉无要紧。这几年我咧举办的时阵，我会发现讲，大家对这巷仔拢是有感情的，咱去敲碎过去，伫这个所在，伊是真重要的所在的名，佫有所在的名的背后精彩故事。今年活动是照古相片翕相的地点来行搭。主办单位表示，虽讲经过多年的变化，即阵景色全然无同，但也是当透过古相片了解福安里的历史，甲在地有感情的老故事传出去，互众人知影。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咧花莲已经成立30档的牛犁社区交流协会，长期以来拢关注社区的囡仔、社会人、佮环境保育等等的议题。即阵是要准备交接互后一代，希望会当用创新的方式来打造偏乡的特色。今仔日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带大家到店来感受牛犁社区的热情佮活力。做得很好，
没有了，大家多点支持，蛮感动。 30年前，杨坤便因一家伙仔去花莲丰田开点心店，因为有4个囡仔，所以伊特别关心在地学生隔代教养的成长环境。因甲3个在地家庭做伙成立旧里社区交流协会，连开社区营造的头一步。推儿童独居们才知道说，哎，建物嘛，你推设计总体营造，所以我们就把从关心儿童，开始关心到这个老人，关心到土地就业，关心到妇女议题。 慢慢延伸到环境议题，所以看过就愈做愈深入了哈，愈做愈对安尼。杨焕轩甲因小弟杨富民，因为从细汉都对厝里做伙咧做社区的服务，培养服务的精神。大学出业了后，倒来协会斗3工，成做第2代社区营造的工作者。对，就很自然就回来，因为我可能从国中，然后高中到大学，就我各个寒暑假都是在协会工作，或是去其他社区。 做一些实习啊，服务就蛮自然，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生活的一环。那我就是直接推我们牛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花莲很多单位的辅导团，那我们能不能作为另外一种平台，去让更多的单位进入到我们这个里面，等于说用民间的力量组成另外一种政府的感觉。这个它要包平面的这种。最近这几年，搬来花莲甲回乡的少年人愈来愈多，为了回应地方的转变甲需求。 杨富民甲其他的少年团队成立3下线，做伙面对区域的发展。上时嘛，甲已经拍远真久的旧戏院改造做社区的公共空间，特别设置亲子的设施，为偏乡欠缺幼囡仔资源的问题，找出新的解决方式。大同戏院的就是建起来之后有亲子，啊，我因为下课有时阵我来去家来家，好，伊就跟我同事的小孩啦，一起去那边。 这边玩。这边画一个植物这样子。牛若肯做，就唔惊无田头好犁。这是牛类协会坚持的精神。30年来，因伫资源有限的偏乡镇间，打造出强好社区的支持系统，为青年创造可能性。今嘛行到世代交接的时刻，因打拼唔放弃的力量，嘛会继续延续落去。记者吴德庆、叶家军，花莲报道。 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9度到32度，中部地区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2度。 东部地区27度到29度，外岛地区29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